我去救人啊！你给我把苏子英给我稳住了，听到没？啊，再来。把韩少君稳住了，然后稳。若是这成年人每个人每年周岁，把吉普是吧？事情最后总会像你发展的那样想法。你要干嘛？对不起。陪思学送红豆来跟我啊，我都得把钱。来喽！我跟你说，子睿，你从现在开始给我死盯着他，不要让他再给我出差错的。是。对不起。先放吧。子睿，从现在开始你给我死盯着他。对不起。对不起，这回肯定没问题。这回不能有问题。如果有问题呢？如果有问题，明天请大家喝水。就待会儿吧。就待会儿。好，哎，来录。行。小动作做一下啊，来喽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子睿，从现在开始你给我死盯着他。对不起，明天请大家喝水。谢谢露丝老师。谢谢露丝老师，好，来。一杯。子睿，从现在开始你给我死死盯住苏子英，别让他再给我搞事情了。